去拉麻抗議。我哋同佢拉薩嘅鄭思婷傾下啦。思婷，當時情況係點㗎？係啊，方輝啊，當時咧朝頭早市政府人員咧係安排咗我哋咧去大昭寺，本來咧就係安排咗我哋訪問一位咧大昭寺嘅管委會副主任㗎。咁但係當我哋一入到去寺廟入邊呢，就即刻有為數20幾名嘅喇嘛咧包圍住我哋所有嘅記者，咁佢哋情緒好激動啦，不斷咁樣喺度又叫喊啦，又喺度抗議咁。其實我哋嗰陣呢都覺得幾愕然下㗎。咁當其時呢，市政府人員呢都係睇住，不過呢就冇阻止到我哋嘅採訪。咁其實事後呢，我都有問翻市政府人員啦，就問翻佢哋點樣去回應。因為喇嘛就投訴佢哋啦，話嚟參拜嘅人士係政府安排㗎，咁但係市政府人員就話唔方便回答我哋嘅問題，咁就話其實今晚呢已經安排咗我哋見市領導㗎啦，建議我哋到時先至再問清楚。市政府人員安排我哋去到大昭寺訪問。一入到寺廟嗰陣，記者就立即被一大班嘅喇嘛包圍住，佢哋情緒激動，不斷咁向記者抗議。佢哋話今個月10號起已經被困喺寺廟入面，另外有400幾名喇嘛被捉走。因為我們，他們不相信我們，就出去上面我們打砸搶搶，我們都根本沒有就是打砸搶搶，都是他們誘惑我們的。你們我說我們都不讓我們出去。我們要自由，還有我們他們喇嘛呀。那個人們啊，就是他們抓起來。佢哋仲話嚟寺廟參拜嘅人都係由政府安排㗎。剛才採訪的人都是他們是幹部，都是幹部，沒有其他人都是騙人的，他們對待我們就很可憐了。整個訪問過程，市政府人員都在場，未有阻止記者採訪。我哋之後去到武警醫院，呢度仲有40幾名武警、公安同消防員留醫，部分傷勢嚴重。19歲嘅劉定偉喺騷亂當日被打暈之後，臀部被挖走一忽肉，亂咗20幾針。他們就用石頭瘋狂砸我們，我們就執行命令我們撤退嘛，他們就拿出鑿刀來追着我們砍。我哋亦都被安排訪問被拘留嘅知識分子。丹增4日之前嚟自首，佢話係被煽動加入騷亂㗎。他是只知道凡是人家鼓動他，凡是吃糌粑人都出來，說了幾次了，這樣以後他是做這。後悔嗎？啊？後悔嗎？後悔做這。然後就不幾個月噻，他說很後悔，他說從來沒有做過監獄，這次很後悔。喺市面上仍然留低唔少騷亂之後嘅痕跡，好多店鋪被破壞。呢間牛仔褲專門店喺騷亂當日被縱火，5名女售貨員被燒死。面對此情此景，店鋪嘅老闆亦都再忍唔住。很沉痛，這種是說不出來那種感覺。都是你的朋友對嗎？啊，都是，還有我的表妹，我們自己家的親人。我都有問過咧市政府人員今晚嘅安排，咁佢話初步咧就安排唔到西藏自治區嘅領導同我哋見面，咁但係就話一定會有拉薩市政府嘅代表嘅領導代表咧同我哋見面，接受我哋採訪㗎，同埋講下聽日嘅安排啦。聽日咧就會咧係安排我哋去採訪一下拉薩嘅市民啦，咁同埋同一啲宗教人士咧傾下偈㗎，然後下晝咧採訪隊就會啟程翻去北京㗎啦。好啦，喺拉薩報道過一段落，交翻俾香港嘅新聞部。